闽南语连续剧大下厝。代志都经过这么多年啊，你还搁咧计较？我唔是计较，我咧怨恨啦！我怨恨我家己无路用啦，就无干到有心啊，出楼梯去，安尼用无啦？兄弟，经过九外过啊，你还搁咧怨恨？敢讲你要怨恨一世人？代志唔是发生在你的身上，你讲得简单啦？你有替我想过无哈？我做人的新妇，却生袂出囡仔，我心内痛苦有啥人会当知影？你做人才敢会当了解着？我无想要甲你冤啊！本来我好心想要送物件互你，看你心情会较好袂？结果嘛是同款啊！你走啊！你去找彩云啊！伊介意你送伊的物件啦？这位大哥，你安怎无？无安怎？你顶倒较有人。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！哎呦，阿爸，但你遐大声要创啊，你是要我囝死哦啦！我跟你讲哦，你若甲囝死哦，你就无好心，我顾囝啦。就是你是我的孤囝，我唔再甲你关心嘛。啊，你安哦，甲头家去收租，直直转啊吼，啊，这几工啊，煞戆真戆神啊！啊无啊，你的三分之别叫心人甲你搞去啊！哈，啊对。你讲啥听无啦？是你大汉啊！有啥物心事吼，都拢无要互我知啦。好啦，无要紧，无要紧啦。好啦，我的代志你免插啦，啊我也无代志啦，你去啦去啦去啦，去无用你的啦，啊你若无代志，无你去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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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阿爸，啊咱是你啦，哇，真正歹两当搞笑人，全这个毛病鬼，莫再欺我一个人咧爽。阿好兄，啊你是咧创啥啦？啊，你是无看我咧扫地是无啦？阿好兄，啊我要洗衫，你来甲我倒泡水好你无甲规担水张满满，我拄则才破啦，破水。无？哦。丢钱。阿娘啊，你即摆有闲无啊？无讲我来洗衫呀？我是讲哦，有一个问题哦，想要来请教你啊。啥问题？你捌恋爱过无啊？我看你也捌当过来，问你也无较全。阿好兄，啊你若无代无志问人这个问题啦？啊对哦，我有去送着一个查某囡仔。哎呦，敢讲阿好去杀掉的人是我？我都唔知哦，要安怎互伊知影。啊有话，就做你讲啊。啊，就算唔知我也讲袂出嘴的。啊袂晓讲，煞袂晓用做的。啊？用做？啊是要安怎做啊？啊，比如讲吼，伊都做事做甲咧真忝，啊你袂晓去遐斗相共。啊，那亲像讲吼，洗衫啦，啊你会使甲斗拌水啊，啊甲斗内衫，安尼伊就知影你的心意啊啦。啊，假如讲哦，伊若咧兄火，无茶汤尔，啊，佫要安怎做啊？啊，这个较简单
你袂晓甲斗看茶，甲斗喝茶，安尼就好啊。泡泡茶，对。阿好兄，啊，搁是咱上重要，我袂甲你讲嘞。啊，伊做事做到真忝，暗时会流汗。啊，你吼做安尼，有那个切，汗那个切掉吼，哎呦，伊就会感觉到你的温柔甲体贴啊啦。温柔体贴，切汗。是啥？面筋。啊，你面筋起来吼，啊，就直来徛头，啊，有那个切，有那个切，安尼伊的心肝头吼，就敢若亲一个的糖安尼，甜呐。啊人嘞？啊好呀，唔免啦，无要紧啦，免啦。无要紧啦。哼，原来伊去杀着人是文英啊，气死人！死啊吼，硬生气骨啦，受苦啦。你转药啊？你还要我来转药。哎，唔通啦，这两贴药哦，千万免去倒唔着，啊若倒唔着就害啊啦。袂啦，我都无咧讲过。你唔知影啦，这两贴药啊吼，一贴的是要头家娘食催胎药啊，啊另外一贴呢是要头家妈补身体的啉心汤，所以哦千万免去倒唔着的。哦，对啦，头家妈吼有闲啊，免食催胎药啊，伊食人参汤就好啦，吼，心肝汤真芳哦。阿兄，安怎？你搁真巧嘛？拄则甲你教的步数，随后晓哈。文英，啊，头家妈的心肝汤装好袂？你要装好啊？这我来顾啦。二头家娘房间还有一挂垃圾衫，去收来互我洗啊。对啦，春天哦，迄两贴药啊吼，千万免去倒唔着。我伫遮住遮久，就爱搁你来教，我会唔知哦。紧去啦！阿好兄，安怎？我来甲文英斗收衫，歹请请。头家妈，你的心肝汤好啊？先放的啦。无喏，阿母啊，这心仔汤吼爱趁小啉啦。来，好啦好啦。建昌啊，这心仔汤哦，迄心仔味怪怪呢。怪，啊这是上顶货，正到高丽松的。啊，毋过一点仔心仔味都无呢，你啉看卖。啊，头家啊，当。啊，头家啊，我甲你讲，我心中要甲你强一者。啊是要甲我讲一下，你念的要有小弟啊？有小弟，啊是啥物意思？啊，头家嘛，你拄则啉的吼，心仔汤啦，啊都啊，无是啥？催胎药啊啦。哎呦，夭寿啊！春香啊，你哪会安尼啊？啊，我食啊遮济遐呢，你搁放迄个催胎药啊，互我啉啊！头家妈，我唔是故意的啦。春香啊，你做代志吼是安遐尔无小心啊，连芳药仔都芳唔着，啊万一若出啥物差错，你敢负责会起？头家，我真正唔是故意的啦，你原谅我啦。我看你吼，安尼粗口当地啦，我力遮变大做，我看你吼，敢若适合你做迄个粗当的工课啦。对即阵开始，你免老踮我身躯边，伫咧甲使唤我啦。头家妈。阿母，我看你啦，你着互伊吼，留在你的身躯边伺候你。伊是啥？啊，伊哪伫咱兜？伊叫啊，头家嘛，这我慎重甲你介绍去，头家你借我记者，伊哦，好做赵文英啦。啊，就顶一回啊，我参头家吼去收租的时阵吼，带倒转来吼，要咱单家做工课啦。啊，就吼拄好拄着吼头家娘拄好老体，啊，规间厝乱糟糟，你心情也歹，所以吼头家毋才较即摆才甲你讲。但咱厝内也无欠骹手啊，你带人转来要创啥？阿母，
我就看伊身世真可怜啊！啊，两个歹人吼，要甲掠转去地点啊！我看伊无底气，我毋才收留伊啊！建昌，你实在有够耳空轻呢！但若讲啥，你就相信啥。你毋通袂记的，你后摆是咱当代继承人，你若要接待伊，后摆我是要咱放心讲将咱厝的产业交互你管理。哎呦，头家嘛，阮头家哦，毋是耳空轻啊，代志哦，确实是安尼。自当时哦，迄两个歹人哦，我安尼甲伊拍甲天地一个风一我阿问讲，我甲拍甲头青目顶，啊，我哪有着来伤啦？啊，到落尾啊吼，我才甲头家哦，甲文英带转来咱兜。头家嘛，反正哦，咱兜也无欠甲一块碗一箱猪啊，对，你甲收留伊啦。无欠一块碗一箱猪，哈！你当初咱大家是救济院哦。头家嘛，咱大家吼，毋是救济伊无毋对，但是吼，头家嘛，你是吼大慈大悲的大菩萨你咧，对无？你看，你看，文英安尼细粒子袂老，搁饿死，做行客搁偌久力的，啊，食搁食少，带动咱单教绝对会好啦，无长春了啊！吼，食饭用我讲做工课，谁知讲一摆拢食10外碗啦，参与袂好。嘛，你嘛带人讲哦，我甲因安尼拍甲安尼，我就来伤唔伤？拜托，你甲收留，收留伊，收留，吼。讲起来阁有理咧，你阁真够算。无啊，我等你坐点才创啥？有。有啦，我坐下，我坐下。好啦，啊无我就收留你踮咧遐啦。想起你温柔笑容，深深印在我心中。看行是咱强，看行咱朋友。好啦，啊无我就收留你踮咧遐啦。头家啊，你大慈大悲，多谢。头家我多谢，头家我多谢你。也毋过吼，我话是要讲点正经。阮单家有阮单家的家规，有一天你若是做唔对，唔管是啥物人讲评，是拢无效，知影无？头家妈，我知影，我一定会遵守当家规矩。安尼好。头家妈，有一件代志，我想要甲你参详。啥物代志？我的命是头家救回来，头家妈阁无气嫌收留我。照你讲，我应该留伫头家妈身躯边，甲你伺候。也毋过，我感觉春香伊毋是挑过伊做唔对的，我无想要害去做粗重的工作。你无愿意害春香啊去做粗重的工课，这是因为你较好心啦。也毋过你有想到无？万一若是倒一天，春香伊又搁捧唔到药啊，互我食，啊我若忍落去，啊迄个时阵要安怎？对啦，文英啊，阮阿母吼讲了真有道理啦。春香啊吼，常安尼出差错啦，啊是你留在阮阿母的身躯边吼，我才会放心啦。头家啊，你嘴头药啊，无白无害，头家妈食了一个是搁生一个小人头家尔，不要紧啊。你甲我点去，春香，你实在真毋是款的，啊无想讲我食甲几个啊，搁叫我生哦，我敢死会出来是？哎呦呀！文英啊，你有要紧无啦？唔是啊，头家，你讲什么错着哦？唔通安尼叫调调哦，安尼当咱穿安尼唔好啦，我用我哩。头家妈，你看啦，本影仔嘛是不加不笑。春香啊，几点了还搁遐搞话？起来啦！啊，今日哪遐尔闹热啦？小丁啊，阿母，头家娘啊，你较济啦哈。小丁啊，你的身体还搁遐尼虚，哪无踮房间加休困一下啊？阿母，我袂要紧啦。这个查某囡仔是啥物人啊？啊，头家娘啊，我先用甲你介绍，你叫我记者。头家娘啊，伊号做周文英啦，啊是头家嘛吼新收的啦。啊伊哦是1000个1万个哦，搁找无迄款好查某囡仔啦，检定啊迄都无得找哦。所以伊即马开始哦要伺候头家嘛啦。啊哦，春香哦即马要来第二啊。你是老夫人收留的查某囡仔，可是你唔知影，咱陈家吼是真有规矩的哦。
你后摆做代志吼，千万都爱细腻啊。头家娘，我知影。建昌啊，查某囡仔烫着手，无啥物了不起啦。你做头家吼，要遐尔紧张啦。头家娘，你的青苔药啊啦，这摆是正港的哦，我还都有去啉过，免掉啊啦。可的啦。哦。头家娘啊，你来甲做一个公亲看卖啦。我春香啊吼，自做囡仔就伫咧等家大汉的呢。头家妈从来也毋捌气嫌过我，拢嘛是迄个周文英啦，他拄来尔，佮甲害到遮凄惨。伊实在伤苦。我甲你讲哦，这周文英哦是还佫干巧的啦，等甲头家妈见头一面尔呢，等甲头家妈骂甲死死混混去，连我的饭碗都拍无去啦。我看吼，伊遮厉害，一定是互你食的。伊只不过是咧抱头家妈啦，哪会当讲是互你食？哎哟，头家娘啊，这你都毋知影，阮福啊吼，去还是骂甲死死混混去哦，强要连家己姓啥都袂记的。哎呀，搁有吼，头家娘啊，你爱较注意的呢。哦，这个周文英遮尔厉害吼，无定，搁3、2天哦，连头家都去互骗去哦。你讲阮对哈，头家就是头家，无可能你甲会开手老汤到做伙啦。头家娘，我是可以。你做者，干做者。想起你温柔笑容，深深印在我也是难中，我行来风雨。春香啊，我甲你斗3工。等你俩加好衰啦。春香啊，害你来做这相同的工课，我嘛感觉真歹势啦。歹势啊！你若是歹势，你即马马上会使去甲头家妈洗头路，马上款款的，你会使离开单价。安尼我就会使去转去私下头家妈，安尼你就毋免歹势啊。我安怎做袂讲好？毋是我袂离开单家，是因为我无钱无食，我无所在通好去啊。啊若安尼，你无代无志走来遮，甲我6月挂彩假有心，讲遮有话无？是要创啥？毋是啦，我是真心要来甲你斗做工课啦。真心的啊！啊你若是真心的吼，即间遮乱糟糟吼，你也款款的，而且大件吼是乱扫扫的。哼！你搁讲你又是歹心无老大啊？迄头家妈迄块凉皮你已经占去哦，连这错当的你也唔放我煞哈？无你是啊害我去用石头咯，赶出蛋价，你哪甘愿哈？春香啊，我到底是欠你啥物啦？我是真心要来甲你斗3工的，无你想要安怎啦？我想要安怎？你若正经好心吼，你就想啦，你莫害我好头路啦！哎呦，你甲看来，你甲看来，工课都互你抢了了，你搁讲你无歹心，连人你也要拿手去，你实在哦！你讲话嘛较天良嘞，明明我伫后尾就有听到是文英要来甲你斗3工，你颠倒求伊甲车，啊你还搁假哭，假大细声。我哪有甲求啦？是求我嘛？是你求伊，是求我啦！是你求伊，搁是。我无啦。搁。大细声是咧发啥？好啦，头家，我跟你讲，无啦，我来讲啦，头家啊，我跟你讲啊，人我好好伫咧遮做工课啦吼，伊来甲我高高低啦，啊，佮讲我求伊啦。你莫听我白讲，你想，头家，我真目睭看的，我保证是文英要来甲春香斗3工。春香颠倒扣文英，搁甲车加一个什么滑倒，啊，无你较早我这边我甲揽着，啊，若无春香，毋就转滑倒，毋知甲即嘛毋知要哪回事，就是伊求伊，安尼就对啦。我无啦，佮讲无，我无求伊啦，佮讲无。我规定我都无啦。吼，你真正有够才华，你知毋知？头家无主啊，你就对你真好啊。搞回事嘞？我不爱啦，回事嘞？我不爱啦，叫回事嘞？无听到伊？我不爱啦。头家，你甲看啦。
经吼，人好心要甲你斗相共，啊，你会使欺负人啦？头家我无好啊，去甲回室咧。无情